起點咧配置發號施令，終點配有攝鏡頭對準跑道。用戶咧可以安排電腦同埋軟件咧接駁攝鏡機，通過遙控掣各就位。預備，電子系統計時啦。發號嘅施令咧，發號嘅信號都可以同步進行計時。電腦軟件咧同運動咧衝終點線嘅畫面會錄製低，錄製之後電腦就可以進行回播，將每位運動員嘅成績排名咧都可以導出成績嘅。設備需要有2位操作人員，一位喺終點線，另一位咧就會喺起跑線發號施令。好啦，依家我哋試咧就係導入名單，咁啊同埋複核資料。咁我哋喺度咧呢個第2個掣位咧撳導入名單。咁喺翻咧文件檔度揀翻咧相應嘅組別嘅名單。咁呢個我哋預先 set 咗嘅女子100米，撳入之後咧就會見到系統咧就自動就將 Excel 嘅內容輸入咗喺裏邊，之後再喺翻選擇賽程，選擇賽程裏面揀翻日期，咁就可以揀翻相應嘅組別。撳翻確認選擇，咁就可以喺翻咧右邊嘅選擇組別裏面睇翻有呢個組別出現咗㗎啦。咁你會核對翻相應嘅資料，確認咗，再查埋第2組嘅相應資料，第1、第2組。咁頭先有12個名單，所以就會分咗頭8個同埋後4個2個場次嘅。咁檢索成功，咁呢個就係查資料啦。好啦，咁依家我哋咧就會處理咧，就係喺系統裏面去揾翻錄像，即係跑咗嘅場次咧嘅一啲錄影嘅片段。咁同埋咧撳入去裏面咧呢個位置數據庫之後就錄像管理，你就會見到咧呢度可以回放翻所有嘅錄像嘅嚇。咁我哋揀翻啱啱跑完嗰個場次啦，之後就回放錄像，咁你就會睇到回放嘅記錄。咁拉翻喺下面嘅一個長線咧，就拉翻近住就嚟衝終點線嘅時間啊，咁你就可以回播翻個錄像噶啦，撳翻播放，咁你睇到啦一個快速嘅。咁如果你話要睇翻一個慢速嘅，咁我哋可以以10格10格咁樣去褪翻，快啲或者再慢啲，一格一格去睇翻嗰個衝線、壓線。同埋睇翻咧，可能有機會佢哋爭0點幾秒啊咁有一個同步喺心口壓線嘅時候咧，就喺呢一個位置可以判斷翻嘅。好啦，咁開始咧就喺翻個版面度揀翻個停止錄像，之後回播錄像咧就嚟到呢個版面。呢個版面咧就係睇翻佢衝刺嘅名次去選取。依家見到咧條中線橙色咧就可以校翻第1位衝線，之後再撳下1格啦，定係10格啦，去調整翻第2位衝中線嘅，咁亦都可以望翻喺心口位置，而去揀翻個學生。第3位亦都心口咧衝中線去選取翻，撳翻個設定嘅位置，咁就係揀翻佢。好，之後到第4位。見到佢過咗龍啦，咁可以撳翻上1格咧，慢慢調整翻，去到心口位置再撳翻，咁就會確認翻所有相關嘅秒數時間，再撳翻錄取出去上載，咁就完成㗎啦。咁我哋出面啦，咁亦都可以睇翻啦，即係啱啱嗰條影片，咦，女子100米初小女子嘅，咁我哋可以導出個成績，查看成績。咁你就會望到啱啱嗰4名嘅學員咧，相關嘅一啲成績嘅名次㗎啦，就會喺呢度睇翻。